兄弟姐妹，大家平安。对这礼拜开始，咱要做伙来看大笔的生命故事。大笔的这系列的讲章，牧师原本要甲大家讲8讲吼。因为咱2018年咧讲这木心系列的时阵，有讲到这个大笔的故事，勇敢吼，咱拢总有讲5讲吼。所以咱这个系列，咱先来看3项大笔的生命故事吼。今日咱要看第1讲牧师来号名叫做精选。咱知大笔是旧约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领袖。以色列因伫士师的时期吼，迄个时阵无王来领导因，了后伫百姓的要求下面，后来伫撒母耳的高抹下面产生以色列人的第一个国王，就是扫罗。扫罗一开始真好，真谦卑，但是后来哪来哪无顺服上帝，所以最后上帝弃绝伊做王，另外立大笔接续扫罗来领导以色列人。所以咱对今日开始咱先来看大笔安怎被竞选，了后咱来看伊安怎回应上帝的呼召，到落尾成做以色列人上界伟大的一个君王。咱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神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透过你的话，成做阮生命的帮助。主啊，伫你的话语，就是圣经中间有记载真济，在你所竞选的人物，阮确实会当对因的生命故事顶面来学习。伫生命中间好的所在，阮学习安怎去做，才会当满足你的心意。伫生命中间有瑕疵的所在，阮也思考安怎避免来荣光你的名。恳求主你帮助阮每一遍咧听这个记述的过程中间，主你的神就甲阮三甲之地激励阮，互阮哪来哪合你的心意。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咱先来看今仔日的经文。今仔日经文一开始，上帝就对撒母耳讲我已经弃绝扫罗，无爱伊做以色列人的君王，所以我另外要竞选一个人，所以爱撒母耳带这橄榄油到伯利恒去，到一个叫做亚西人的厝，因为已经竞选亚西的一个囝来做王。撒母耳就甲上帝讲：我怎样会当去？如果若扫罗知我要去抹油抹另外一个王安尼一定会杀我。上帝就讲：安尼你就牵一只细只牛仔去，就讲你去遐是要向上主来献祭，然后请亚西甲伊的囝来参加这个祭典。迄个时阵，我就会甲你指示安怎做。我指示你的迄个人，你就高抹伊做王。所以撒母耳就遵照上帝的话，伊就去到伯利恒。但这个时阵咱看记着圣经中间讲，伯利恒这长老拢真惊呀，摇摇出来见撒母耳。为什么安尼？因为撒母耳是当时阵的一些人的领导者嘛，伊是一个先知，也是祭司。伊若无代无志无可能讲来到这个因这个小小的伯利恒这个城镇。所以因这群长老就认为讲，因若毋是要来接避人，就是有啥物重大的代志要发生，伊才会出现。所以因就真惊吓，因才会问撒母耳讲：你的访问敢是带来平安？撒母耳也讲：我是带来平安的，我是要上主献祭。所以你来清起家己，然后对我来。撒母耳也吩咐亚西甲伊的囝清起家己，做伙来敬拜上帝。因到的时阵，撒母耳就看见亚西的囝以利亚，这大囝，伊看到以利亚一表人才，伊就心肝讲：安尼这个人一定是上帝要选立的。但是上帝却对撒母耳讲：你唔通看伊的外表甲伊宽大的身材。我无选伊，因为我咧看人无亲像世间人，人是看外表，但是上帝是看人的内心。
然后亚瑟个叫伊第二个囝阿比拿达行过撒母耳头前，撒母耳摇头讲啊，这个毋是。亚瑟个叫第三个囝撒玛行去，撒母耳嘛讲，上帝无选伊，都安尼7个囝拢行过撒母耳的头前。撒母耳讲，上帝无选因中间的任何人。撒母耳就问亚瑟讲，你敢有其他的囝？亚瑟讲，还有一个细汉的，伊伫外面的雇羊。撒母耳就讲，安尼请伊来，伊若无来，阮就无要献祭。所以，伊就去请大卫转来。然后上帝就对撒母耳讲，就是伊高抹伊。所以撒母耳就伫伊的大卫的正大兄的面前来高抹大卫。这个时阵，咱看见着圣经中间讲，伊高抹伊了，上帝的神马上就支配大卫，对迄天开始就甲伊三甲地地。然后撒母耳完成伊的工作了，就回去拉玛去。咱今日看这段经文，咱们透过这段经文来看大卫伊安怎被竞选，上帝竞选人的原则以及大卫安怎回应上帝的竞选。首先，咱来看咱若比较扫罗甲大卫被竞选看起来介像真类似，因为因拢是撒母耳去高抹这个因诚做王，但是随上咱若来比较起来，中间有真大的差别。扫罗被竞选是伫撒母耳记的第8章，咱若去看的时候，咱就知影扫罗被竞选的原因是因为撒母耳年老的时阵，伊就立伊的囝做以色列人的士师。伊两个囝大汉叫约尼，细汉叫阿比亚。但是这两个囝甲撒母耳完全无共款只顾要趁钱，收这报路，无要照公道来判案。所以以色列家的所有的长老拢感觉讲哇，若交互这两个就惨啊！所以因就去找撒母耳，对伊讲讲你的囝无要学你的模样所以另外替阮立一个王。后来因就立扫罗做王。所以咱来理解就讲，扫罗虽然是表面上是撒母耳所高抹的，但是伊之所以会成做王是安那？是人的要求来立的。但是大卫无共款咱拄则一开始咱看到，上帝对撒母耳讲伊选一个人这人是亚瑟的囝，中间选一个人来做王，所以大卫是上帝亲自竞选的。所以两个人是完全无共款。后来这个因为人要求的扫罗被上帝弃绝，大卫却成做以色列人上界怀念、上界伟大的一个君王。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咱对安尼咱来明白一点：人受竞选，人受呼召来参与伫上帝的事工，是来自上帝亲自的竞选。毋是来自咱家己的选择，这点咱爱真清楚。咱若看约翰福音书15章16节，耶稣基督安尼讲：，毋是恁竞选我，是我竞选恁，而且指派恁去结迄个上上地的果子。咱若去台南新学院的礼拜堂，台南新学院的礼拜堂头前就写一撮字当然是用古早文写，古早的翻译写，就是写约翰15章的16节。毋是恁竞选我，是我竞选恁，而且指派恁去结迄个上上地的果子。为什么要安尼写？就是互所有新学院的新学生，拢会当了解，今仔日恁受呼召来成做上帝的罗卜，来将来要参与伫教会的事工。这个呼召，毋是恁家己的选择，是上帝亲自竞选恁，互恁有福气，会当参与伫上帝的工作。这点咱爱真实去了解。咱今日伫教会中间参与事工，咱嘛爱有这款的明白。咱等下要举行这个临职者的就任式，
所有任职者，拢是上帝所拣选、上帝所呼召的，所以因需要伫上帝面前，甲上帝使用，爱照法度来进行，然后尽家己的气力去完成上帝所交代咱的事工。这点咱要有这款真实的明白。因为上帝拣选咱，所以咱有机会来参与这款的服侍，咱来珍惜这款的机会。我捌有一遍，甲一阵牧师去韩国做研习访问，伫研习营最后2天，这个主办单位安排阮去韩国参访旅游。因为阮有差不多几啊百个牧师做伙去，所以坐几啊只无共款的游览车。阮去哩这游览车了就有一个导游出来介绍家己，然后欢迎阮。这个导游讲这华语讲了真好。伊咧介绍家己的时阵，伊头去就讲今仔日有欢喜，感谢上帝互伊有机会参与这款的服侍。阮工团的牧师就来问讲：你华语讲了遐尼好你平常时咧做啥物款的工作？伊讲我平常时我就是咧做导游今仔为着因为教会知影教会有这个牧师来拜访，所以伊特别请假来教会做志工，来参与来招待阮，带阮介绍这个韩国的这个情形伊同阮讲今仔伊是来做好运的啦，强敬着伊讲因的教会规模真大嘛因教会差不多50-60万人啦所以内底会晓讲华语的导游都真济啦，所以因拢爱先去登记，去排队排队讲若有外宾来访问的时阵，你有这款的文书真济人对无？对遐抽签抽签出来，伊讲若叫抽到的人偌欢喜的拢赶紧摆脱所有的这工作就是专心要来做这款的服侍伊讲伊是来搞好运，讲几啊遍啦。讲会当出来招待阮是来搞好运，我心肝实在是听伊安尼讲我实在讲这甲台湾无啥相共伫教会中间有时要拜托人出来服侍，去向古城古城向拜托，着去运用牧师甲伊的关系。但是因去用抽到要出来参与服侍，是遐尔欢喜。所以我是感觉讲，这款的精神其实咱爱学习咱今日受拣选、受呼召，来参与伫上帝的圣工中间，这是种恩典的。因为咱是受拣选，毋是咱家己愿意的，这是上帝伫千万人中间亲自拣选咱，互咱有机会咱参与伊的圣工。所以咱爱感谢，咱爱感谢，咱真正这款的明白爱放伫咱的心肝检查有一寡人会安尼问讲：我教会人才遐尼济上帝无可能拣选我但是咱接续来看，咱看起条大卫之所以被上帝拣选，毋是在伫伊的外表，比外表伊属伊的大兄真济，但是伊受上帝拣选是因为伊的心啦甚至咱会当安尼讲，圣经中间被上帝所使用的人。大多数拢毋是因为伊的才能，是在伫因的心啦。讲才能毋是上较要紧的条件啦，是在伫伊较愿意回应的心。咱知影，咱拄则所读的经文中间，撒母耳领受上帝的指示，知影要去亚西的厝找伊的囝中间一个来高抹伊做王。但是撒母耳嘛毋知倒一个，所以撒母耳就伫亚西的正囝中间开始一个选拔的活动。亚西爱伊的囝一个一个行过撒母耳的面头前。咱看去登记第1号以利亚，伊对撒母耳的头前行过的时阵，撒母耳看讲哇，这个身材宽大，相貌堂堂，一表人才，这是一个做君王的材料。所以用人的眼光来看，这个选这个无毋对。但是上帝对伊讲。伊讲毋通看伊的外表甲伊宽大的身材，我无选伊，因为我看人毋是亲像世间人咧看人，人是看外表，我是看内心
所以咱爱理解，就是讲，上帝咧选择人，甲咱人咧选择人是无共款。耶稣将7个囝拢叫到撒母耳的面头前，撒母耳拢对伊讲，毋是上主无拣选因中间的任何人。伊就问伊讲：你敢有个其他的囝？耶稣讲：阁有一个细汉的，伊伫外面咧顾羊。表示耶稣感觉讲吼，若要选王吼，即个代表即大场面伊毋免来啦。伊是细汉的嘛，都互伊做伊家己的工作。所以咱会当理解，就是讲，伫人的眼光中间，无可能去选择代表啦。但是，因为上帝的拣选甲人的拣选完全无共款，所以这段经文吼，其实对咱传达一个真重要的信息。亲像代表这款人看做无重要的、细汉的、咧顾羊的，伊却被上帝拣选来成做一国的君王。所以上帝有时真奇妙啊！亲像保罗先生所讲的，讲上帝拣选世上愚妄的，互有智慧的见效；拣选世上软弱的，互迄个强壮的见效。上帝咧拣选的原则，甲咱人无共款，伊是看咱的内心。所以，亲爱兄弟姊妹，牧师毋知影你家己安怎看家己，检查你对家己毋是真满意，对家己的条件毋是真有自信。但是，请会记住，上帝是看人的内心，毋是看人的外表。所以，咱每一个人，拢会当因为咱心肝的敬虔，被上帝拣选，成做伊的器具。检查你会安尼问讲：哎呀，我啥话拢袂晓，我较有可能去互上帝拣选。咱继续来看大卫。当大卫被高拔了，圣神马上支配伊。这段经文中间安尼讲，讲上帝的心马上支配大卫，对迄天开始甲伊三甲地的。所以大卫伊之所以有能力来领导一些人，是因为上帝的神支配伊啊。伫圣经中间，咱常常看见上帝的神圣神，互领袖有信心，更加坚强，而且充满能力，互这领袖会当达到上帝交代因的工作。所以圣神充满毋是要互一个人高估家己，成做一个骄傲的人，反倒当是要互伊完成上帝的工作，互伊服侍上帝，互伊服侍人，成做上帝的器具。所以当一个人被上帝拣选，互上帝使用，咱毋免烦恼讲，咱到底敢有能力去完成上帝的使命？咱恳求圣神来充满咱，互咱有能力，互咱做好的服侍。所以有一寡人有时牧师去人邀请讲：你出来服侍。有一寡人会讲：我无啥物能力，我免出来服侍。用安尼来做借口，来提示服侍，来拒绝上帝呼召甲拣选。这是毋对的。请大家毋通摕借口来提示服侍，来拒绝上帝交代咱的事工。咱毋通用任何借口来闪避事奉。上帝呼召咱、拣选咱，就是互咱起来事奉。既然伊拣选咱，伊就互咱开力，伊的神会帮助咱。亲像圣经中间安尼讲：人若家己清起家己，脱离一切邪恶的事，就会当被上帝所器重，因为已经献互主，为主所重用，来行逐项好的事。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要有一个理解：如果咱的心若愿意服侍，咱回应上帝的呼召，回应上帝的拣选，咱是靠上帝予咱的力量，毋是靠家己的力量。所以圣经来讲，什么人服侍，就本着上帝所赏赐的力量来服侍，毋是靠你家己的气力，是靠上帝予咱的气力。这点咱要真实明白。最后，牧师要甲大家来分享的就是讲，上帝拣选咱的目的，上帝拣选咱的目的第一项就是要提升咱，互咱影响力会当扩大。
咱即马可能伫咱的家庭中间服侍，会当照顾咱家庭的人。咱可能做一部分小小的服侍，但是当上帝呼召咱、竞选咱的时阵，伊会扩大咱的影响力。亲像大卫回应上帝的呼召，上帝提升伊，互伊对一个各样的牧者，后来变做牧养一个国家的君王。我是影响力就无共款。咱看起来耶稣基督的学生，彼得甲伊的兄弟，原本就是一个伫加利利海咧掠鱼的人，但是因回应上耶稣基督的呼召，因后来变做得人如鱼的使徒。所以上帝就扩大因的范围、影响力，提升因。上帝今仔日竞选你，嘛是要提升你，互你的影响力哪大？影响力哪大的目的是安怎？爱咱去祝福别人。当一个人被上帝竞选，伊勇敢回应上帝的呼召，上帝要提升这个人，互伊的影响力扩大，然后借着伊来成做别人的祝福。这是上帝竞选咱的目的。上帝提升咱。毋是要互咱家骄傲，是要互咱成做别人的祝福。今日是2021年的第一个礼拜，毋知影大家敢会记得吼？我伫旧年的第一个礼拜，叫大家交代大家做一件代志，大家敢会记得？可能袂记得啦，吼！我有大家讲，我第一个礼拜咧讲道时，我拢会讲，你心中爱出现一个人。这人就是你的亲戚朋友中间，也未明白耶稣的。我鼓励大家爱用一冬的时间去关心因，去影响因。可能会有机会来带伊来教会，带伊去小组，互伊明白耶稣基督。我毋知大家有做无？我毋敢叫恁举手了。今日牧师嘛要来对恁讲，我相信上帝要竞选咱所有的人，每一个人，上帝拢要使用咱。你即摆你心中爱出现一个人，这个人是你即当的负担。即当中间，你着想办法去来关心、甲伊接触、甲伊起做好的关系，因为伊还未明白耶稣基督，伊会当。伫即段中间起来探访，起来关心，慢慢带伊来教会，带伊参加小组、教会一寡活动。咱无论什么款的牧区，咱已经拢有计划，备办好，要对人传福音。若准备好咱家己，互上帝使用，我相信咱也会当成做别人真大的祝福。咱当将遮尔好的一个礼物送互别人，这是对伊来讲是一生上介大的祝福。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所有的人拢相共，当咱被上帝拣选，咱若勇敢回应上帝呼召，上帝要提升你，借着你成做别人的祝福。愿上帝亲自赐福互咱，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恳求你赐福保守看顾阮。主啊，你亲自拣选阮，成做你的儿女，阮因为安尼献上阮的感谢。恳求主，你加添阮气力，互阮有机会对也未信的朋友、亲情来分享主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恩典。恳求主，你帮助阮，阮来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